有未有，气魄变成应遥免流。咱来唱第三节。解看求做头壳卡去。 今天咱搁来看另外一首的信息，信息第26首，第26首打阮感谢上帝，这首咱真熟吼。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来。请做位来。打阮感谢上帝。 出声音是对心地，做行己的代志，万民也以做欢喜。阮对舞台出席，伊就所无。 在。一切归乎悲伤地，也归圣也信息，地球万强的万民，参与我兄弟，将在陪我天地，为起现在中单，因爱我的敬拜。咱两歌到这，请咱会得记得把咱的手机关做震动。
我要因为上主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至高的上主是我的气力，伊予我的脚亲像落雨遨走，予我伫悬的所在脚步安稳。三角来，感谢上帝，圣诗26首，咱做伙来吟，咱起立做伙来吟，来学了敬拜咱的上帝。即时，咱要用新的诫命来做咱信仰的告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阿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阿姨。这两条诫是原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互因，就是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必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用，咱要用启用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启文第14篇，也就是诗篇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气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也应花花好，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
天曝光，上帝就帮赞伊。列邦花花号，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一间站长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掌理人类历史的主宰，特极权掌理万民，全能永活的爸上帝。你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阮的心灵切切较无爱亲近你，亲像鹿切切翕无溪水。愿感谢你，疼世间人。找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出世做人，替阮受定死伫十字架顶，完成永远救赎的功劳。互凡啊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你疼世间到安尼，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阮生活伫即个充满混乱、不安、人生诡诈的世代，有国甲国的征战。世界经济危机、病毒、极端气候，对着逐日威胁，天灾人祸，种种的局势的苦境。甲在主耶稣讲，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卡赢世间，互阮伫主内面有平安的应允。感谢主，互阮照着哈巴谷先知书。明白上帝有特别的旨意，伊伫全地各样的作为，全能的圣手无停止创造甲复兴的作为。伫发大生气、审判的日子，犹原心怀怜悯、赦免，互义人因信得到拯救。伫大水泛滥的时，犹原掌权，坐地做王，互阮得到信心的喜乐甲力量。阮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现今的、将来的、有权能的，是权是深，也是别个受造物，拢袂过长阮伫上帝的听，就是伫阮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听。阮受阮的儿女伫你圣殿敬拜你，因为你圣殿的福气，阮要恭敬，将阮的国家祈祷交托伫主的圣手，恳求你怜悯台湾所拄着的种种困境，施恩眷顾带领台湾，圣神同在。首士大总统甲所有政府官员有对你来的智慧、聪明、能力甲勇气，心存谦卑、怜悯、疼心，带领台湾，保护台湾人民有民主自由、安居乐业。求圣神也安慰所有疼台湾、为国家尽心尽力付出因的心力甲时间的志工的心灵，也求主引带带领你的圣会，行伫主的旨意中，三听三和，同心合意，兴旺传扬福音，荣耀上帝的名。啊，愿福气平安临在伫阮敬拜的会中。阮正是阮的儿女，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赞美，大声赞美主的名，圣歌队因要带咱来敬拜。共听圣经上帝的话，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伫哈巴谷书3章17节到18节，第二位是马可福音15章21节。虽然无花果树，无布院，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无收成，田园无出五谷，寮内无半只羊，牛条嘛无牛。我要求要因为上主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马可福音15章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亚历山大甲罗夫的老爸，伊对庄脚来，拄好对遐经过。兵士强迫伊耶稣的十字架，以上愿上帝的话发出亮光。今仔日咱感谢主有地显灵牧师伫咱的中间，伊要传达的信息是意外的当当。
大家平安。我是退休的牧师，2015年年底退休，所以即阵应该得要10年啊。因为退休的时阵，我讲一句话，讲我属于过动，过动就是坐袂牢，所以足侪单位若咧找无人，拢会讲去找地线人。伊袂晓讲 no， 无论偌远，伊拢会去。公布社派我来东门教会，今日来请安报告。老实讲，本来毋是我，是社长王牧师，所以身躯欠安，所以讲要安怎叫一个来代打。你若知影，若拍野球、棒球，你就知影，代打的人哦，有好有歹，毋是全垒打，就是接杀出去。我就是属于去用接的out回来啦。所以哦，今日啦讲了无好势，无要紧，总是较要紧的是，周报内面的奉献地啊，照常都爱奉献。意外重大。他所读的这2段圣经节，人生足多意外重大，亲像我头所讲，真正意外，无想到，毋过咱定定碰到安尼，就是叫做意外。他所读的先知哈巴谷，这段圣经节你较注意，中文的圣经。写作明，虽然然而虽然是安尼，我犹原要安尼。这样的时阵咧读中文写作文，常常有安尼。虽然我真含慢，总是我犹原真努力读册，毋望会成绩较好。大汉的是检查讲，虽然我无钱，总是毋望我将来会成做王永庆。因为虽然总是会出代你写的不要紧啊，你来遮讲，虽然我读甲无好，我毋望会做总统安尼。当时先知这段圣经在注明，虽然安尼。老实讲，咱做基督徒，定定碰到这种的问题。若是我，总是我犹原大王话圣经特别甲伊翻译，我叫咧伫遐讲，我犹原北家父讲，然而因为要我来欢喜，因为我的上帝来快乐。另外，今日较要紧的就是要用这段圣经节，就是马可第15章这段圣经节，这个有一个古利奈人西文，就是亚历山大甲罗夫的老爸，对庄卡来经过迄个所在，勉强伊去，通耶稣的十字。真短一段圣经节，总是咱要三角来想，意外的重大。来先介绍这个人物。罗马书第16章13节，特别保罗写批咧请安初代教会正信徒的时阵，伫罗马书16章13节，请安伫主得到竞选的罗夫，甲伊的老母也是我的老母。保罗特别伫请安的批信最后有提起罗夫。甲伊的老母后壁佫加一句，也是我的老母。换一句来讲，当咱咧读马可第15章21节，这个古利奈人西文，就是亚历山大甲罗夫的老爸，所以勉强伊耶稣的十字。所
对安尼，咱三角咧想，伫人生的路途顶面，咱常常有即种意外的动荡。什么叫做意外的动荡？亲像西文，无代无志。因为咱台湾人，我真侪人有即种的，就是看闹热，无咱的代志。人咧火烧厝，甲咱也无关系，咱也去看闹热。车好，咱也无咱的代志，咱也去看闹热。所以，听讲耶稣要对遮句，就伫遐看闹热，一个对庄卡来的囡仔来到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看闹热，问题出来，你若伫后壁，比迄后壁无人看。无代无志，徛喺第一排，佫徛伫迄个死位，稳死的。所以哦，徛伫遐咧看闹热。所以，伫这意外打击的中间，有时是好意，总是有时也是对咱来讲是不利。头拄咱所读的这个旧约圣经上，虽然是安尼。你甲注意讲，无花果树无反应，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收成。田园无准五谷，条内无羊，牛条也无牛。若是讲，咱一定怨叹，一定伫遐讲，哪会安尼？上帝你是倒落？这中间你甲注意。咱要安怎三角来想，什么叫做意外的动荡？有时是好，有时是歹。头前青疏变做青棍，这个对古年来人，这个特别西文，头拄圣经写讲，对庄卡来，就是远的北边的非洲，来到伫耶路撒冷，现在咱就讲台湾细细啊，咱也住伫迄个屏东，是讲车城，甚至车城算真大啦，搁较细的一个像庄卡的所在，来到伫台北。阮牧师娘是台南人，到北部的时阵，我伫家人牧会过，伫迄个所在。摆去买菜，回来甲我花啊！我明明做台南人，一直甲我讲我会讲。我讲你本来就会讲，无啊，有中港，有东港，有北港，有西港，有影啥物港都有啊，都敢若无会讲啊呢。你讲你住伫倒？伊讲我住伫台南，我台南就是会讲啊。庄卡会讲，会讲人。小可有看轻，阮好做顶港人啦，无人咧讲顶港啦，阮就是属于台北人，所以庄卡来过路人，咱常常用一句话讲，叫做路人甲，都伊遐过，不但对耶路撒冷青疏，对耶稣更较无熟悉。老实讲，咱常常啦，真正去到台北。我袂甲你骗，你台北车头一个落去，你看若伊火车一个出来，是你坐高铁的遐一个出来。请问你要坐什么款的捷运？你袂晓坐，你袂晓坐。你讲足简单的啊，红的对红的，黄的对黄的，绿的对绿的，对。问题是失望，你失望就无法度，我哪会知红的、白黄的？看无所以袂晓就袂晓。到日本也共款，到外国来共款，因为庄卡来到伫都市耶路撒冷，对非洲来到伫耶路撒冷，遮尔大个都市，对耶稣国家是无熟悉。闹热，人讲有一个犯人要伊遮过，即个要互判死刑，也是一个要伊遐过，看闹热就伫遐。青疏要安怎变做青棍？世间常常有一种通过一摆意外的事件打击，互青疏变做青棍。电影也好，电视的故事也好，特别在
电视剧，本来完全拢无熟悉，一个打击，一个意外，到最后就成做一体，甚至成做亲人。这种生疏变作亲近，对电影、电视，咱常常咧发生，做冤家变作亲家。所以伫咱的日常生活，常常咧发生这种意外的打击。我甲公报社讲，真趣味的，恁台南拢总有4个门啦。我以北门教会、西门教会、顶礼拜南门教会，今仔日东门教会，4个门拢互我讲了了啊，已经无门通派我去啊。恁若阁有一间中门教会，我可能会过来安尼。真正意外，伫咱的中间，咱定定伫迄个所在，咱会拄着想袂到的代志。常常咱想讲，迄哪有可能发生？我早起来看到事情，我去甲请安，伊第一句话甲我讲，我完全袂记得啊。牧师，你顶礼拜伫南门教会讲到我错一个，伊捌我毋捌伊。阮即种退休的牧师去到教会吼，阮上惊牧师讲，迄个会友讲，牧师你捌我未？我真正头壳摸咧烧啦，特别佫甲我带喙烟，带喙烟根本都毋捌啊，剩两蕊目睭吐大尔安尼，我哪会知你啥人啊？牧师你真的不认识我？我真正都毋捌啊。咱的司机甲我讲，顶礼拜你伫南门讲道，好佳在今仔日的题目甲顶礼拜无共款。无我会讲无请你来讲就好啊呢。所以你甲注意，足侪意外，足侪咱想袂到的代志。我甲伊讲一句话，我真罕你讲共款的圣经，共款的题目，因为你会去碰到咱的迄种会友吼，逐礼拜咧换教会啦。特别恁东西咱北门吼，近啦。今仔日到东门吼，顶礼拜讲了我无介意，我今仔日换西门，我哪阁碰到你？所以迄种过路人常常会碰到意外。迄个过路人客本来是青疏，西门甲耶稣无关系啊，完全无关系。青疏伊装脚来，伫遐看老天。犯人耶稣也是个伊遐过，无代无志滑倒啊！兵丁讲：来，你替伊讲，请问捌去耶路撒冷的人请举手。我，安尼都要甲恁牧师讲放落来。组团去耶路撒冷，最近莫去啊！最近搁咧战争啊，足厉害。毋过耶路撒冷，我定定甲会友讲。欠长内道耶路撒冷一定都爱去，欠长内道全世界洗了，你圣地无去，无采你基督徒。我和牧师娘拢总去圣地3摆，其中伊1摆伊家己去，其中我1摆家己去，2摆是拢做伙去，所以我个人有3摆去耶路撒冷。我甲咱台南这个耶路撒冷旅行社陈建德长老我讲，好，恁旅行社专咧谋趁钱。我想怎？第一摆耶路撒冷5天，我参加；第2摆耶路撒冷讲去以色列加一个埃及，埃及我毋捌去，安尼国去互骗去啊！耶路撒冷拢共款安尼，我加一个埃及。第3摆。耶路撒冷，佫办若是以色列、埃及，又佫加一个约旦，真嗨！这哦，这就是咱观光客。我请问，外国人来咱台湾，你第一摆去倒花莲、太鲁阁，第2摆你台湾去过有啊？你敢捌去垦丁？毋捌就加一个垦丁。
啊，你捌去台北毋捌？第三摆就包括台北。有时哦，咱定定咧看旅行社咧排，就是安尼。所以，一足多中间，我头拄仔一直问讲，恁有人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绝对导游会带你行这条耶稣最后行这个各各他的路，就是米亚罗罗萨这条苦路。当耶稣伫彼拉多任内，从判死刑开始压十字架，行到各各他，沿路几啊站的中间，其中有一站滑倒，罗马兵丁讲：“叫西文，你退耕，你退耕。”所以这段故事，你若去耶路撒冷的时阵，你特别咧行迄条悲苦路的时阵，导游一定甲你介绍。当时耶稣就一站一站要往着各个他去，其中有滑倒。所以圣经内面有这种意外人生改变。头一个是《使徒行传》第9章。扫罗变做保罗，本来是专门咧迫害基督徒。扫罗，大马色的路上去互主抓着，主的警觉照着了，伊就改名变做保罗。一世人就是为了传福音、开设教会来人生，就是保罗。扫罗变做保罗。另外一位伫路加19章，咱熟悉的耶亚撒该的故事。撒该拄着耶稣人生改变。阮去到伫圣地时阵，到伫哥利亚，即个哥利亚城的时阵，真正迄丛树落葱，所以生菜树啦。阮逐个伫遐一想看来咧想讲，2000多年前即丛敢还阁有伫咧？敢真正即丛的哦？迄拢不要紧啦。导游讲这就是耶利哥城，当时耶亚撒该爬去迄丛看看就好安尼啊。当时撒该听到耶稣要伊遐过，人佫个人怨，因为历史抽象，专门咧拍摄，所以人无爱互伊看，拢甲围，无爱互伊入去。耶亚撒该读得足好。你唔好看，我干那要看。我走去路上这丛树仔顶，爬去咧树仔顶大观楼看马烧炭，就爬去咧顶观啊。无代无志，耶稣行到树仔骹，你停起来要创啥啊？停起来无要紧，头壳搁打起来，撒该落来。大家若知影我秘伫遮，撒该落来，拄着耶稣了，撒该人生改变，就是。青疏变做青骨，意外淡淡，有时亲像一个大的铁锤，将两块完全分开的铁无关系。这两块铁经过足热的炎火底下，甲伊烧、甲伊烘、甲伊拍，用铁锤甲伊拍到最后分未开的来夹。迄种的，你就知影哪有可能铁两块铁骨啊？铁锤甲讲了两块铁，会当成做一个来夹，就是对青疏到青棍这种的一个道理。这种咱免再来看。西门若干那看耶稣的十字架，无路用，过路人若听看老热，总是伊替耶稣扛十字架。问题出一只啦。看老电尔，过就无去啊。问题是伊有担，伊有去替耶稣背十字架，真做体会无过是青疏的人，就是甲主有份的人。马太第16章24节，耶稣讲：迄次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人若爱缀我，就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人若爱缀我，就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我头有讲，你若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时阵，特别咧行迄条悲苦路的时阵，伫迄个所在，导游一定甲你讲，
才有足多收入价，你家己建，你家己建，迄都爱钱哦，毋是免钱哦，你家己建安尼。你若要压亲像即支遮大支的吼，迄足重的，迄拖土，迄真正拖土，足重的。共款迄个钱啦，元大啦，美金1箍啦，你若1箍美金，我要压较大支，做你压袂要紧。你做你压，有人讲我压较细支迄啦，安尼摕挂喺形状安尼都摕喺手安尼都好，我来咧压收入价。留意下你姊妹，耶稣讲。人若爱缀我，就抓看无家己，抓伊家己的收入价，毋是抓别人。当是西门是抓别人的呢，西门抓耶稣的啦，佫被逼，毋是伊家己欢喜甘愿的。所以头前生疏变做情棍，第二项毋愿变做甘愿，真正毋甘愿啊！迄毋是我欢喜甘愿的。基督徒来做礼拜做主的，咱礼拜的内面有一个，就是叫做奉献。我毋知咱遮的师礼，是咱会特别强的，有时拢会听到一句话：无明白奉献的意义，毋免奉献。为什么就爱加一句哩啦？因为阮捌发现带朋友来做礼拜，伊毋是基督徒，我讲去做礼拜足好的呢。到时佫会使摸菜摸钱的，我听无啦。我什么都摸菜摸，我会摕一个袋仔来啊，手甲冲入内面转钱的，较差不多咧啊。迄奉献伊毋知，伊讲我逐个手拢甲囥落，逐个手拢甲囥落，人迄是囥落无摕起来，伊囥咧才甲摕起来。毋甘愿变做甘愿，甘心乐意的奉献。奉献是安尼啦，奉献无甲你逼啦。绝对袂举一支枪伫遐，甲你讲，举一支刀，甲你讲，你无奉献袂使哦。你今日来做礼拜日来招待摕酒杯互你，就讲，你即个月哪袂现哦？你佫甲我讲安尼，我后礼拜真正去南门做礼拜，我讲，毋愿啦，毋愿变做甘愿。经文内面讲即句话，请你甲注意，勉强伊3个字，通抓耶稣的手。勉强，勉强就是，毋是我本来的意思啦，毋甘愿啦。当时的兵丁有这种的权利，强迫你替伊当伊的行李，压伊的行李，所以这无法度啦，这是当时的命令啊，规矩就是安尼啊，你袂使，所以耶稣甲伊讲一句话，马太第5章40节。有人强迫你行一里路，你就甲伊行第2里路，什么意思？第1里路足毋甘愿啦，哪行哪细细念啦，哪行伫遐讲我哪会遮衰啊？毋过到第2里路，你会当甲等下做你活会转的，因为无代志啊，我尽本分啊。毋过耶稣讲者，第2里路我欢喜搁替你行。因为我甘愿，迄毋是毋愿，是甘愿。耶稣的时代被逼替兵丁押行李，是出自毋愿的心，总是袂使倒撇。这是我道。总是第2里是你心甘情愿陪行，无过是对的。马太第5章38节到48节，耶稣讲着，听你的对着。毋能干那听厝边呢，着搁听对点。咱台湾食趣味，有时我毋知咱台南有啊无啦，台北是真少啊。总是你啊，阁有看到迄个观光地区，啊是讲伫迄个地下道，啊是讲伫倒位，去闹热的所在，有人头前跍伫遐，啊伫第2遐，头前放一个碗，你当然咧创啥？咧分啊！伫遐咧甲你施舍，我捌去碰到一个人，伊个头前拿一个物件，跍伫遐，坐伫遐。老实讲，我毋是无听厝边，我毋是无听心，总是我听袂落，足毋甘愿，因为我钱摕袂出来，因为伊竟然伫伊迄个要分钱迄个灯光啊顶悬写啥互你哦。无爱银角啊，要爱纸票，
有够下拜。铜币我不要，请放纸币，也较差不多咧啊。你若有出国，你拢知啦吼。迄个导游19代、8、9代，明仔早起枕头下骹袂使共囥银角啊，要囥纸票。啊咧要共施舍的人，哪会遮大班啊？银角也无，就爱纸票。哇，废去啊！咱台湾省的纸票100起跳，100起跳，无迄个50的啦，所以100。佫摕毋着，摕500出来，佫袂走咧，所以你就废去啊你。所以真正爱纸票，啊你甲注意看啊，毋甘愿，请袂落心。啊，即种呢，佫大人哦，分分的，咱时间到摕起来，徛起来，钱落地下摕咧，然后明仔载佫来，明仔载换位。所以你甲注意，请你的对着，请你的厝边亲像家己。老实讲，有时咱真正听袂落心，无值得咱听。毋过耶稣讲，毋若敢听你的厝边，就搁听你的对着。当伊愈认捌主，愈尊敬主，开始是毋愿，却慢慢变作甘愿。后来我请问，阮做牧师的吼，常常甲囡仔教个啥？时间到。落去团结做礼拜，较大汉来讲参加献歌队，囡仔无啥爱，牧师囝足歹教，啊牧师囝好，真正足毋甘愿啊，啥规定的？牧师洗浴就任的时阵，敢有讲，牧师娘囡仔你拢都爱洗浴，毋捌，我毋捌听着安尼，干那牧师一个洗浴尔，全家侍奉因为教嫁妆，拢总来，所以这。变作毋甘愿，我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当初时间到，我就讲，落去参加团结。后生做认份的，就去楼顶，啊，就落去参加团结。查某囝拢会甲我应，安怎应？伊咧先问我讲，我是安怎带落去？我你牧师囝，伊甲我应啥？啊，对面迄个长老的后生哪会免来？有理，我真袂晓应。对面迄个长老的后生哪会免来？隔壁这个执事的后生哪免来？我想到牧师的囝在落，有影啥规定的？法规内面也无这条咧。所以做礼拜变作毋甘愿，重担负担牧师囝，歹势。今日咱的圣歌队，今日咱的属礼，咱的司琴，你今日是安怎来做礼拜？我到啊牧师拜着我司琴啊，歹势。安尼后礼拜若无司琴，会使要做礼拜？毋对啦！做礼拜绝对毋是为着服侍，做礼拜是为着迎敬上帝。我定来做一个见证。我今年78岁。3年前75岁的时阵，无代无志，50岁生日，甲上帝讨，佫互我一半，50岁佫一半偌济，25。3年前5月2日，我75岁生日，我前错咧等，甲上帝讨。25年到啊咧，啊！迄阵50岁的时甲讲，再给我一半，哎呀，佫25年才久咧。所以会记哩啊，生日下我毋好下一半哈，下较长咧啊，诚紧25年到，我说75岁生日啦，满。对于刚开始，我每一暗的祈祷安怎祈祷？感谢上帝，佫互我今仔日过一日平安好困。佫在迄句我就无讲啊，因为毋敢讲，到天光我毋敢讲，因为明仔载会到天光袂得，到天光毋是我的主管，所以我明仔我逐早起来，早起爬起来，感谢主，我佫活咧，所以我逐所在，即阵人若叫我去为主做工，着我无几日空空，所以有时毋是讲。欢喜甘愿的啦，恁做牧师人就是安尼，
无影。阮退休的牧师吼，有迄个退休的牧师了，阮甲拜托讲，请你去为着什么单位建案报告，甲印证。牧会40年啊，讲道讲无够哟。安尼听有无？牧会遐久啊，讲道讲一世人啊，讲着搁讲着搁讲。你安怎尽忠？圣经讲，无论得时不得时，拢都爱传道。现开始，检在咱来做礼拜，重担唔甘愿。这个西文替耶稣要是一个唔甘愿，总是后来哪行哪体会，耶稣无做啊，足可怜的啊！所以替耶稣也受记。头拄我现开始就讲。罗马书16章，保罗最后请安的时阵，特别有提起迄个得到主拣选的罗夫甲伊的老母，就是亚历山大甲罗夫的老爸西门。你我愿意安尼陪耶稣行这条各各他的路，也家己的世界，对唔愿到甘愿。欢喜来赢这个意外的重担。第三项，这上要紧。不管你是青疏到青群，唔愿到甘愿。第三项，见效甲认真。或者咱要回应的诗，特别伫咱回应的圣诗内面，你会去体会这首我心仰望时日宝贵。这毋是干那受难者咧吟的诗尔，你安怎咧赢世界？你安怎咧？伫遐即个阳光的世界，毋是见效的世界。西门即个重担，互伊对见效到伫阳光。老实讲啦，现开始足见效，无代无志，我哪会遮歹运啊？守法的西门被逼来也被判刑，即个现行，迄个耶稣的世界，是真见效。他甲压袂起来，面红光光，检在一生的中间无法度消灭，袂记你即个种的，伫正人的面前，他甲咧，敢毋是？有兄弟姊妹，信耶稣，转转头，敢若我信耶稣，迄真正背教呢，会去用念呢，偷偷做礼拜呢，转去就去用侮辱呢，一世人即种。信耶稣，我定来甲会友讲哦，恁伫礼拜堂唱我撇连堂的，拜一、拜二、拜三、拜四，信耶稣真正好，我唱我阁会拍鼓啊！一个即个门，一个出去，哪有遐咧真正好？门出去都无去啊！门出去都无去啊！咱的信仰是伫遐，信耶稣真正好，伫礼拜堂内面咧好尔，出去都无去啊！即个西文。当伊耶稣的受记，青疏到青群，唔甘愿到甘愿，最后见效真做影响。请问真做基督徒，耶稣为着你我受定世界，是见效还是影响？是见效还是影响？主为着咱死伫世界顶，道成肉体的这个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今日伊真做人。咱安怎咧信这个耶稣？安怎咧信这个基督？所以西门勇敢接受这摆打击，确实现开始见效，心狂要吹去，总是哪进前哪接近各个他迄个瞬间，伊体会出家己是可怜见效的罪人，咱是有罪人。你会记你？甲耶稣做伙顶世界顶，伫各个他的时阵，双边边啊有两个大达古犹原去互判刑，因两个对话作趣味。其中一个讲：主啊，你若是真正上帝的囝，你有才调哦，一点关落来会记啊，先怎甲阮救啊？另外一个讲：较差不多咧啊，咱是杀人放火的，咱最该顶世界应该。人即个人无做，耶稣讲者，今仔日你甲我进入乐园，所以阮读神学院的时阵哦，足计较的，这神学生拢会问，这
奇奇怪怪的问题。我问老师讲，安尼阮知啦。最后要死的时阵，讲上帝啊，后摆毋敢我认罪啊。老师安怎样？老师讲你毋知影什么时阵要死啊？你毋知啦，要知就好嘢啊，要知就是毋知啦。你甲看，当你伫遐去体会，即个西门替耶稣举世界，一步一步往着各个摊去，到最后看到耶稣顶伫迄个顶面，伊是无罪，咱才是有罪。头拄咱有读到先知哈巴谷的信仰告别，虽然安怎，我犹原要安怎。多谢咱圣歌队再去用这首诗歌大声学老主的名。咱基督徒就不管是学老敬拜，咱的上帝是活活的上帝。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伊无应该背世界，伊无罪完全的人，咱家己才是罪人，发现咱的罪。人常常对这个事件去发现，我才是有罪人。体验主的赦免，这种的欢喜，或者咱的回应是十字架无过是见效，是阳光都要受高举。或者咱会去读到今日的金句《罗马书》第8章18节，这种《罗马书》第8章18节，伫遐咱去体会到，我今日算现实的艰苦，未堪得比拼所要显明到伫咱的阳光。所以你甲看见这个问题，你会通更较知咱安怎咧体会意外的动荡。最后当然，或者咱会看千安的影片。公报社特别有交代我一句话讲公报社有代志，咱东门巴结的教会都有代志。我讲哎，敢袂使讲啊？如果伊隔壁呢，这好处边。公报社若有代志，咱东门巴结的纪念教会都有代志。即摆真正有代志啊！我在影片内面看，伊会讲，咱敢若发现这1年5000万来受罪啦，5000万甲咱无关系啦。你关心大道就好啊。总是较要紧的是2礼拜前迄个风台啦，迄个风台来无代无志吼，去拄着即种西北台、台湾海峡南部遐爬起来吼，南部爬起来的风台，一定就着着咱这西部这沿海。高雄、台南、嘉义，外国之纸，特别恁是讲，迄都家己布地尔，家己布地哦，咱家己公报社我丢着呢，公报社下遐老厝顶悬厝遐，要掀去，掀去，我水就上来了，就咧一寡册啥物拢引去所以估计超100万，免到5000万啦，100万就好啦。都公报社若有代志，东门巴结的教会都有代志安尼吼，所以拜托会记哩，有缘关心特别为着文艺事工关心大道，因为咱通过主的受苦，替你我受定是一个。请问你有准备要安怎回应主的牺牲甲救赎的大功劳？搁一摆呼吁，为着咱文艺事工。关心大道方言，大家来祈祷。慈悲阮的上帝，阮无完全，若毋是你的疼，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阮袂通算什么。今日搁一摆伫主日恭敬礼拜，来迎供上帝。通过你的话，搁一摆三角学习，伫意外的打击、意外的动荡中间，阮。为主着活，耶十字架，军队主的脚步到芦苇，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甲内吟圣诗95首，我心仰望是为宝价，来回应上帝的话，咱坐地吟。
咱要来看影片。感谢主，使我因着信仰，成为一位台湾原住民排湾族木雕工匠师，引领我将排湾族文化与福音融入雕刻艺术之中。雕刻艺术作品需要透过艺术家的针仔一针一针侵入插头的内底。才会当雕刻出符合创作者心意的作品。信仰的塑造嘛同款，文字字工就是这支针仔，透过一个字搁一个字的雕刻，侵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来扶持帮助人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人生。台湾教会公报就亲像这支针仔。伫台湾的社会内底，透过全台湾第一份报纸，探讨信仰、提升教育。公报社透过每一个礼拜发行10万份的更新周刊，阁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美好卡页绘本，用上真实的生命见证，分享上帝的同在。基督的信仰是新老幼稚园教育信念的中心。阮瓦克听的源头，甲主同工落实生命教育伫生活中，想要培育出一个心内有疼、阁有自由的心灵，会当认捌家己，也知影欣赏别人，尊重环境。疼一块土地的囡仔。伫140年前，也就是主后1885年7月12日，台湾教会公报开始来发行。了后的7月19日，巴克利牧师伊也到伫屏东理论地区，伊为着保护信徒的安全，甘愿被人破坏。伫今年的3月。阮所有同工到伫理论地区，阮做伙伫遐来体会到巴克利牧师当时甘愿被人破坏、忍受迄款的一个屈辱。巴克利牧师所坚持的精神，也就是阮140年来伫台湾教会公报社所一直咧坚持，用行动、用文字，甲咱所有的台湾人民徛做伙。一个装备较全、佮活泼的教会。就是需要有独立的文字出版的机构，所以伫遮我要特别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请你甲阮做伙来经营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来补足帮助阮每一年拢欠缺5000万的事工费用，愿主赐福咱大家。咱即是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加请坐。咱做伙来关心咱教会的消息甲报告。来，即礼拜的巴克的圣经学堂，咱的进度来到伫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到12节，欢迎兄弟姊妹会当做伙伫线顶做伙来参加。若是咱有一寡新朋友对信仰有兴趣的，嘛会当邀请伊进入咱的小组做伙来讨论。第一项报告，今仔日是总会文字事工团队奉献主日，所以广播社请陈牧师来甲伫咱本会请安甲报告。咱的老牧师今仔日去伫锡安教会伫遐做交换讲台，也邀请大家做伙为广播社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所以咱今仔日搁一摆拍谱啊，多谢陈牧师。好，第二项。伫今仔日咱后礼拜老礼拜是咱的父亲节的感恩联合礼拜，上时咱也要举行洗礼、献圣礼甲圣餐，所以今仔日第一顿礼拜了，咱会伫对面咖啡屋伫遐有蒙德利所以邀请咱的小会员今仔日等的第二顿礼拜的是，咱会讲走伫咖啡屋遐做伙来备班。若是阁有要报名小儿洗礼的人咱报名到今仔日早止所以若有要报名小儿洗礼，麻烦到办公室底下咧报名过来因为咱后礼拜是联合礼拜，所以咱会伫第一顿甲第二顿拢会联合伫9点来举行，也要伫遐来举行圣礼典。若是有要领洗礼的兄弟姊妹请咱8点半到伫咱边仔办公室边仔的会议室伫遐来集合。第4项，咱的20周年的特刊来我互大家看者。我们的120周年的纪念特刊咱原底是按要今仔日登记杂志啦但是想讲，阁互大家一寡时间所以你若有想要领即个纸本的特刊咱即边的印刷真水也嘛真高若是咱有需要的，请咱会当到办公室遐来登记报名，咱会报到后礼拜杂志后礼拜杂志若是咱想要有电子版的，咱永远会有电子版会当互大家来下载但是电子版甲纸本的感觉也是无共啦迄纸本印刷你会当安尼摕伫手头，会当安尼看若有兴趣的话，我嘛会伫办公室的门口，互大家会当伫遐来现看卖若是有要登记纸本的，咱到后礼拜杂志，请大家爱把握时间好，过来即礼拜六开始，咱就要做即个咱的导览志工的训练课程咱会分2摆伫即礼拜六，咱会先针对一寡理论甲一寡基本的知识伫遮做训练后礼拜六，咱就会进入到讲实务的导览咱的教会要安怎介绍以及咱的教会有啥物故事会当分享所以邀请大家会当通过即个训练，咱学习人来宣讲咱教会的故事，咱分享咱教会的故事嘛是一种的传福音所以咱若是会使话，会当鼓励兄弟姊妹，咱同齐来参与，同齐来参加咱嘛已经甲即个课程下伫迄个咱的政府的志工网站顶面嘛会当看到咱即个训练的课程，所以嘛会当邀请兄弟姊妹，无论是毋是咱的会友只要伊对导览志工是有兴趣的，伊嘛会当通过即边的训练，也会当认捌巴克的牧师伫即间教会的工课伊所做的代志，也互伊会当了解讲基督教伫即个所在怎样诚做社区的祝福，所以邀请兄弟姊妹伊想要做志工的无论伊是毋是基督徒嘛，会当同齐来参与，互咱会当通过即个导览的训练，搁较侪个人来传讲咱教会的故事。好，过来今仔日咱迄个地牧师娘嘛，含咱做伙来参与礼拜牧师娘，请起立，互阮甲你欢迎。会后咱会当搁较侪个交陪，好，咱请师会带咱来读金句。
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是伫罗马书8章18节吼。我想，现今即个时的苦难，甲将来咧要对咱显现的荣光未必定。咱做伙来读两遍。我想，现今即个时的苦难，甲将来咧要对咱显现的荣光未必定。罗马8章18节。我想，现今即个时的苦难，甲将来咧要对咱显现的荣光未必定。罗马书8章18节。来，再吟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起立来吟。吟诗线，请无事来中道。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天父上帝听从，大家拥受圣神的帮助，对这个基督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伫定甲结束了，行平安礼，请立谢。